后来，这个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，宜兰东山乡今年的柚仔是大丰收，果农捐出着6000粒的柚仔，做成一只柚仔龟来谢神。这个花莲的鹤冈部落嘛，当咧赶工采收文旦，族人真聪明哦，用网做撸铁，互山顶的文旦顺着这个网一路撸来到这个车顶，真新鲜，而且嘛省时个省力。一粒一粒文旦，亲像咧出牛笼共款，无偌久全部都拢伫咧火车顶集合好势。这大出文旦的花莲鹤冈部落赶工采果，所以想出这个文旦的出牛笼，用50公尺长农用的乌网沿着山坡铺设，车顶嘛有加装防浪设施来保护。半点钟就会当装满规台车的文旦，效率真高。渴望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来完整采收工作。后礼拜就是中秋节啦，部落的族人呢，拢咧赶工，要甲这芳底的文旦赶紧采收。今年风调雨顺，宜兰东山乡的柚仔嘛是大丰收。中山社区这30户果农总共捐出6000粒的柚仔，该调做一只龟，气势真惊人。这边。也佮甲龟开工点眼，只要来拜拜记号，就会当甲柚仔炸倒去厝。哦，新杯嘞，哇！哇，这样2颗嘞。来跋杯就当炸柚仔倒去，上杯是2粒，其他1粒，每一个人拢有奖，都是要甲这好食柚仔分享予大家。